院在今仔日进行反渗透法的调解协商，国民党加民进党的党团拢有同意。韩国瑜一直讲到赖清德也讲是韩国瑜形成民进党的团结。另外，韩国瑜批评媒体代志，张善政也认为讲有的媒体爱提升。苏花改特别通车路也发现讲，当初是宽屏内容，可能是为着要通过生态部分有定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立法院安生在明仔载要来处理反渗透法草案，在今仔日阁举行调解协商，国民党团提出修正动机，要求把渗透来源的代理人改做是登记制。民进党团也提出动机，讲爱把这个罚金的金额罚到上悬500万。不过，并通过也引起正人批评，公民团体也讲这个法案有无周全的所在，希望民进党阁再来调整。反制中国渗透！反制中国渗透！大声发口号，表达对反渗透法修法的关心。真侪公民团体30日伫立法院外口举行记者会，提出修法无够严格，亲像草案应该删除搅乱社会秩序的字句，因为无明确法律概念有侵害人权的问题。其实现在立法已经太迟了，真的是亡羊补牢，要尽快立法。立法程序上的正义呢，那么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总统蔡英文要求立法院民进党团31爱通过反渗透法草案，引起国亲在野党大力反弹，批评修法是凊彩的闯关，也佫造成大伤的寒蝉效应。协商时拿力达成共识，将条文中维护国家主权改为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国民党团要求渗透来源的代理人爱伫台湾游说，或者是进行相关行为，该采登记制，以事前揭露为原则。不过被民进党团质疑条文保留，民进党团也提修正动机，要求加重并科罚金的金额。亲像涉及国安者提悬到上悬，处500万块罚款，接受渗透来源资助改为加重期刑1/2。我相信今天在经过今天的协商以后，应该是明天通过。那不是所谓的仓促立法，这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酝酿，怎么想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延续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反渗透法是力赢100%选举操作的论调，国民党30日也大动作举行记者会，批评反渗透法立法过程根本无充分的讨论，也批评民进党是选前考虑，才强要修法。不是真正能够达到社会民心能够接受，而不会引起社会的反弹跟忧虑的话，希望民进党在明天悬崖勒马。面对力赢推翻渗透法闯关，国民党团强调，31会举行党团大会讨论对策，无排除以接领主席台或者是提出动机等的方式，反对民进党团的强力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在今仔日去到北海花庙宇参拜，也要来拼选情，也讲到未来政策甲其成绩，也强调讲提升国防会当带动国内自尊业的发展。另外，副手赖清德也当来拼选情，针对于韩国瑜一直讲到伊，赖清德也表示讲，这是韩国瑜形成民进党的团结。总统蔡英文大正着，30连遭北海花4间强调来拜拜，替2002的大选做上尾拍拼，而且全力推销立赢立委候选人卢孙玲。蔡总统致辞时阵，阁来说政绩，强调讲国难国做，也阁有国际国做，除了强化国防，也带动产业。将来台湾不论是在飞机航太产业，还是造船产业，拢有足好的机会。这就是咱一方面做国防，一方面让我们造船。让我们造飞机的航太产业可以做得起来。去新北市淡水、金山、万里等等的区域，蔡英文说政策要来抢基层的选票。若是伫万里出席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伫咧台北市全力辅选立委候选人柯淑华。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咧辩论会面顶点名赖清德去互蔡英文的网军来攻击，佮讲赖清德这是真正想要辩论的对象。不过赖清德认为讲这是韩国瑜伫咧嫌sen。因为他很羡慕民进党的团结，那民进党就是民主的政党，有民主的文化，内部竞争，外部团结。那国民党比较欠缺这种文化，所以难怪看到我坐在下面，不断的提到我。韩国瑜29伫咧造势暗会公开听话，引起争议。
赖清德是考劝韩国瑜司嘛爱输互水开，这会当互人尊重。赖清德阁表示，伊正配合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真有勇气，甲伫咧辩论会面顶，伫第一时间纠正韩国瑜批评媒体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29个辩论会讲到前总统马英九是虾米拢好，独独排伫一字软字。马英九的办公室也强调讲，马英九的辅选行程真硬，一点仔也拢无软。另外，韩国瑜批评特定媒体，伊的副手张善政也认为讲，有一寡媒体水准确实需要提升。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出现伫基隆，替党籍立委辅选，希望会当带动选情。对29号的辩论会上，韩国瑜批评特定媒体，张善政表达小停。我们媒体很多的确是需要提升水准，没有错啊。昨天那种天气，30万人应该绝对有那种天气，大家这么热情，相对的，蔡英文在原来大甲体育馆的那个反而取消了，就知道说两边民众的热度是绝对的大对比啦。唔那肯定韩国瑜张善政也指出，为辩论会也有29号台中造势活动顶场下的反应来看，国民党的选情乐观。也毋过辩论会上，韩国瑜的炮灰面一直攻对手，也毋过伊这会可能会拍到家己的人，引起讨论。谢谢。马英九总统什么都好，学问也好，做人也好，败在一个字，软弱的软。韩国瑜竞选办公室赶紧澄清，并不是恶意批评。马英九30号出现伫台南，为党籍候选人辅选，对韩国瑜的讲话无给做回应，也肯定伊的表现。所谓的软呢，就是一个心软，那或者是说他的宅心仁厚。昨天晚上韩市长也包括透过脸书，那么也希望跟马先生表达他的歉意。他不是刻意要攻击的意思，他只是在做一个论述跟比较，那么没有特别要做任何的批评。表现火力十足，主导全局。我们办公室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也需要再补充了。马英九无加讲，马办29号顶都是发表声明，强调马前总统的辅选行程真硬，一点仔都无软。辩论会过当天，韩国瑜无公开行程，也不过选前进入最后的阶段，拿赢大将犹原是分头拼选情，营造团结气氛，进行最后的冲刺。记者综合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甲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第30有做伙直播食早顿，也网友甲回应讲弃韩保宋，互宋楚瑜真欢喜。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第30也开始请假要来拼辅选，民众党也提出空气污染的政策，想要来抢选票。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相约直播食早顿，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特别请感谢谢假，错不了蔡心如老友党出席。因为点菜包食被网友联想，是毋是在暗中口水蔡英文？要支持者老话画出弃韩保宋，互宋楚瑜真欢喜。哎呦，我觉得你需要太好了，弃韩保宋，感谢你，哇，弃韩保宋。总统大选辩论会，拿着政党议员伫两岸关系兼好小队，两人也指早顿的大日为两岸关系做注解。本是同根生，和万事兴。台湾要家和万事兴。对，我要加一句，是同胞，不是敌人。大家我再加一句话，两岸的关系应该用作做注解。两人是毋是伫元旦星期搁做伙？有美人透露，两人拢一心星期应该拢会去。要拼进军国会，争做第3席的民众党台北市长国体30请假正式投入辅选。罗南优待选情对韩国瑜伫辩论会上骂媒体，伊也口说。他败局这些，这个老蒋，我感觉这应该也算是。你根本是过夜还是刚好？好啦，那人选举要选言，哪个叫我们选思维？也佮透过网络大数据指控内地两党执政，台湾由核能发电转为小土团发电，或者小党配套引起后续中会争议空污问题。执政党可能遇到了一个民意的反弹，或者是一些不可或缺的一些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拿出另外一个事情来想要去把这些民意呢，去把它去做一个抚平。第3席的拢出招，贵上合体食早顿，民众党发起行全台，陆战空战并行，就是要避免被拿力变演化，从政党票选情。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苏花改伫明年正月初6要来通车路，不过近年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农委会的直升中心报告讲，2010年的环评调查，讲迄个所在被保只有7种，山羊也无真济。
不过，卫生中心所调查的鼻部上无到17种，山羊仔要上清者。环保团体也讲，环境说明书拢是开发单位委托顾问公司去执行的。有当时为着要通过环评，暗间本地迄个所在生态就真闹热的事实。苏花界2010年有条件通过环评，继当年开始动工，2020年就伫要通车。啊，毋过却传出讲环评的生态调查无照实反映沿线的生态。当初是进行环评，开发单位是委托外口的生态顾问公司调查出有7种野豹。啊，毋过农委会卫生中心2012年开始调查，所发现讲野豹上无有17种，到2016年佫发现到有22种。当然很丰富了，因为比我们台湾大概30几种，我们在当地累积起来就有调查到22种。我们大概架了60几部相机，发现2/3的相机有拍到山羊。我们调查的结果跟之前的画面有落差，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们中心是一个野生动物研究调查保育教育的专业单位，而且我们执行的时间比较长。卫生中心认为讲，可能是投入去调查的时间点无共，地数结果有真大的争差。环保团体嘛指出，环评的生态调查拢是由开发单位委托民间的顾问公司去做，啊，毋过若是生态愈丰富，环评就愈无机会过关，所以就会出现顾问公司调查无正效的状况。越认真调查的顾问公司，可能对于他的业主通过环评或者说减少成本越不利，那会造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我们过去有听过一些环评委员会抱怨说，他们觉得读环说书好像在看侦探小说，要找出没有被讲出来的那些事情，就是被掩盖的一些真相。环团建议环保署向开发单位收审查基金，再个交予环保署去经合格顾问公司发包生态调查。环保署回应讲，会对生态调查方法来进行检讨。那样方法有哪些可以改进的部分？我们再从方法里头去做一些修改。环团表示，10多年前因着对这种无合理的制度提出质疑，啊，毋过伫咧环保署前副署长詹顺贵的人来看起来，若像有机会来改革。啊，毋过詹顺贵主导翻修环评法的时阵，嘛有各方来压力，落尾修法的内容也是无列入去环团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太平山森林铁路的复建计划，宜兰县政府表示，目前专案已经进入到可行性评估了。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日下晡也去到当地勘察，这也是讲要复建讲20档啊。头一摆有交通部长亲身行脚到。地点伫咧罗东林场的德林车头，到今也阁保持日本式插座建筑，还阁有完整的铁基路。这是过去太平山森林铁路的终点站，嘛是1979年洪灾地苏森林铁路停驶40年来少数保存甲真完整的车头。太平山森林铁路目前规划复驶，县政府先针对白地线进行评估。也涉及到我们2022年希望发展铁道观光旅游、保存跟重建。好，进一步的能够招商，好，这个部分我们交通部是有整体的政策。林佳龙沿线来勘察古站，嘛是太平山森林铁路复建20多年以来第一届有交通部长来现场勘察。宜兰县政府表示，专案已经进入可行性的评估，经费是中央交通部补助780万，宜兰县府家己筹备150万。我们现在正在上网招标的这个930万采购案的经费，它是以平地线决标之后的一个履约期程预计在明年底我们可行性评估的标案会来履约完成。太平山森林铁路分做山地线甲平地线，伫咧1924年全线通车了后，山地线拄太平山到大东乡的土场站，超是100多公里长。啊，若是目前规划复驶的平地线，是过去的土场站到终点德林站，长是37公里。然后有10个车头，太平山森林铁路伫咧1978年去洪灾损断甲真严重了后，1979年全线停驶到近40档，平地线开始评估。啊，毋过地方人士嘛希望山地线当恢复。今天我们面临2个案子，一个是平地案，一个跟山地案。地方人士希望尽量利用安农系的路线。那我今天部长难得来跟你报告，这个案子要合并啦。宜兰县政府是表示，当地争取的山地线会来入去买手评估的补充，预计经费要到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要来看的是高雄，伫高雄的桥头白树社区，在今仔日中昼有一台大货车，伫咧赛车时阵转弯死角，却因为伤紧的关系，再伫后斗有5个大型的钢箍规个害出去，其中一个佫牵到人的人家厝，好佳在是无人受伤。居民也讲，这2间在地钢铁公司若无要求货运公司甲物件绑好条，就要发动抗争。
工作规工的钢片落伫个涂骹，每一个拢要4.5吨遐重。有一个直接扔入去主体内底，厝主是带一着，因为伊落落来所在是平常时伫少量的所在，险啊得无命。听到外口足大声咧，到尾出工的时阵就落无粒，迄个铁卷的迄个铁啊落啊，一粒鼻孔落入完全的地门呀。它唯一规定绑妥肇事物品掉落的部分，我们依《道交条例》34条来开罚。那过磅之后，如果确定有超重的部分，我们依规定来告发。警方查到驾驶啉酒赛车，甲人移送法办。毋过居民爱讲，钢铁做的物件冲入来主体内底，毋是头一届，因为当地的温度超过75度，佮有中方也非2间钢铁公司，常常有承包商载大型钢铁物件去外县市。若是赛车的司机过弯无减速，还佮无甲物件把握好，就会出代志。10年以来，已经有5件这款的事件，而且佮有一个人死去，状况一直无改善。这种伤害不是1天2天的。在这个转弯路道呢，我们要随时要注意，就是如果有撞出来的话，我们都要离开远一点。居民每天几乎都生活在一个恐惧当中啊！今天所发生的这个事故，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以前几年前也陆续经常在发生，甚至有砸死过人。居民讲，车路要出弯掠地已经是无可能。虽望这摆社区进前有测速器限速50公里，毋过弯道较大，司机若是自主减速到40公里以下，就袂出意外。嘛会请面带佮2间公司来反映，要求承包商爱确实减速。若是状况无改善，有考虑要发动居民包围抢房。记者做报道。伫咧苗栗公馆有一个所在，号做是山鸟森林，是一群关心石虎甲山林的保育人士，做伙开钱甲土地买落来，希望会当互石虎以及着其他动物做收。毋过，日前也发现讲有人走入去内面拍拉，也烦恼讲生态会受迫害。这是位伫苗栗公馆北河村苗26山边的一处林地，一群关心石虎生态保育人士自主买落来，共同打造3.8公顷的山鸟松林，保留山林上原始的模样。红外线相机翕到山丘、石蟹獴、高山家族、石虎以及丰富的生态画面。也毋过，日前相机却翕到拉人摕着长枪拍拉的画面。过去，伫其他无公开的山鸟松林林地，也定有拉人出入，这互保育人士非常烦恼。珍贵的保育动物被狩拉，石虎的栖地环境也遭到迫害。礼拜6去调查，把这种相机做整个资料收集，我们也拍到的猎人进来打猎了，就他背了好长的一把枪哦，我们努力了15年，真的从来没有政府来问问看你们怎么做了，做出什么成效。可是猎人都知道，我们拍到太多猎人来认证。吴金秋指出，拉人出入拍拉，除了影响生态环境，更较烦恼相关进行夜间生态调查时，会去互不小心抓到。也毋过除了苗26山鸟松林公开地点，要互大人伫亲的其他区域基于优先地方关系，敢要报警，成了两难课题。猎人可能会得到一些惩罚，可是这样的曝光，让我们担心的是更多的人为的一个侵扰。那我们在那边夜间做调查，这样子的一个人身的安全，其实我们也相当大的一个恐惧。自从2014年一注买落第一笔土地，开启了山鸟松林环境保育的第一步。这几年来，拉人的脚步无停过，这群生态保育人士最后选择无报警，也毋过透过公开相关的影像，提醒拉人毋通讲落入来。未来也计划设置围篱，架设生态廊道，互山鸟甲石虎的松林动物会当安全的避过苗26山的路杀，也避免拉人落入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劳工的权益。卫福部伫去年有建立一个护理职场争议通报平台，鼓励护理人员去主动通报无公平代志。目前已经有422件，其中有300件牵涉到劳基法。毋过，护理工会也质疑讲，通报了后处理的速度太过慢。去年9月，台南城大病院一名体外循环师，好亲像因为职场霸凌，提刀毒伤2名医护人员。另外最近，成功病院一名女护理师也好亲像被职场霸凌，跳楼轻生，医护工会团体认为，虽然卫福部建议护理人员通报平台鼓励通报，不过有寡案件一等就是半年才有结果，这期后端处理进度不够，根本无法度及时处理证据。尤其是医护行业，因为他们是学长学妹师徒制，所以他们的职场霸凌可能会更频繁、更常见。
卫福部表示，护理人员受无合理的工作要求，影响院方反应。那是因为第一线压力唔敢讲，因此向护理一场经济通报平台。去年7月到即马已经接到422件通报，其中314件牵涉劳基法，已经再发40件，再发率13%。那我们在2天内会把这个案情确认之后派案，希望在30天内把它办完这个案子。另外，台大病院精神科医师林玉轩最近开发手机 App 型记录器，好亲像全自动及时路检，用 GPS 算医护人员伫病院工作时间，初步发现未少医学中心的医师工时超过1礼拜80点钟。不过，伊表示目前样本数只有1000多份，无代表性，是希望大家多关心医护人员过劳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外送员的权益。有外送员在今日去到台北市劳动局陈情，讲是因为副片达收钱的机制有问题，所以害外送员就必须爱先出钱，才有机会接到单。台北市劳动局也建议讲，外送员爱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透过协商来争取家己的权益。你爽爽过年，你爽爽过年，我苦苦垫钱，我苦苦垫钱。有几多位福特片达外送员摕到粉红色的外送餐碟啊，伫台北市政府外口抗议陈情。有外送员讲，因为福特片达的收款机制加系统的问题，造成因就要伫咧每礼拜5的暗时6点之前，家己先汇5000以上，以避免伫咧拜六和公司无境填还。外送员想要伫咧拜六送餐趁钱，也怪家己先贴钱。12点到12点半之间这一个半个小时的空窗，你一样是不能超过5000块。你一旦只要超过5000块，你的下一段班一样会被停。根据福特片达内部的规定，外送员的 APP 接单金额只要累积超过5000，就要随汇款；若无系统会随停款，无法度接单。验过即马路定流程，消费者用 APP 下单。实际上，物件还未送到，系统所认定外送员钱已经收到，所变做欠款。其中上大的系统问题就是，福特片达伫咧拜一到拜5，就伫咧中昼12点甲暗时6点2个时间会更新汇款的结算。伫拜六的黄金时段只有礼拜透早0点，等于是拜六汇款30点钟、36点钟的系统空窗期。在这个期间，外送员接单超过5000块，就会随互人停还。今天有2000个外送员，2000个外送员一人预除1万块，是2000万的现金流量在他手上啊！廉价或突然取消或甚至有预付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呼吁富胖达这边应该要尽快去倾听这些员工的声音。福特片达是回应讲，因继续伫咧改善营运的模式，以更加有效率而且稳定的方式。改善外送员的延前汇款的情形，外送员只要伫咧时间内甲汇款汇转去，接单的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伊朗伫甲因支持的真主党女的民兵，而且伫伊拉克的北部攻击美军，造成因的设备以及着人员的伤亡。美军虽出动 F-15的战机空袭伊拉克加叙利亚的边境的这民兵，外国媒体也表示讲，真主党女的民兵上部有18人死亡。被美军空袭的真主党女属于什叶派民兵组织。根据美方的讲法，真主党女甲黎巴嫩的真主党同款，背后上大支持者是同款属于什叶派伊朗。自2007年成立以来，拢是以中东地区的美军为攻击目标。另外，空袭的最近原因是这个月27日，伊拉克北部吉尔库克的美军设施被真主党女发射火箭攻击，一名美国包厢死亡，美军甲伊拉克政府军也几人受伤。What we did was take a decisive response that makes clear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for months and months and months, which is that we will not stand f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take actions that put American men and women in jeopardy. 美方这一摆改变，最近这几年来常常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巡弋飞弹攻击，直接为伊拉克境内基地出动 F-15战机。By launching F-15 Strike Eagles against 5 targets associated with Kataib Hezbollah, which is an Iranian-sponsored Shiite militia group. The targets we attacked included 3 targets in western Iraq and 2 targets in eastern Syria that were either command and control facilities or weapons caches for Kataib Hezbollah.
美军自2003年推翻逊尼派海珊政权了后，什叶派伊朗就将势力侵入伊拉克，各甲什叶派围追伊拉克政府高层往来密切。2014年起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 IS 属于伊斯兰的逊尼派，真主党路也加入打击 IS 的行动。不过，甲伊朗甲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同款，拢是因为教派之间的斗争，所以有关被美方指名做恐怖组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泰国的困美人洞抢救事件，虽然有成功把这学生囡仔全部救出来，不过当时有一名参与救人行动的士官被雷特，伫救人的过程当中受到感染，这一年外拢是伫甲细菌拼命，落尾也是救袂回来。泰国海军27号发声明，捌伫去年6月参与受困美人洞的12名卡球队员甲教练救援行动的海拔部队士官贝雷特，因为血液感染，经过继续治疗，不过病况恶化，已经过身，并且安葬伫南部沙顿省的一座清真寺。根据地方媒体报道，贝雷特母亲表示，自从救援任务结束了后，贝雷特就一直进出病院。去年6月23，泰国清莱省亚迪少年卡球队12名球员甲教练前往困美人洞探险，拄到大雨引入洞穴，积水伤悬，13个人全部被吊伫遐。受困的前9天，伫洞穴内吸水求生了后，被一名唱水专家找到，佮翻头通报救援单位。刷落8天，分别由唱水专家以特制延伸的锁仔，将这受困的人一一带回水面上。也因为有来自各国专家想办法救援，国际媒体继续连日报道，总算伫7月初10完成救援任务，13人全部拢脱困。贝雷特伫困美人洞救援任务中，第2位殉职的士官，第1位不幸身亡的是退役海拔部队成员萨曼。当时，伊是伫执行救援任务过程中，因为勇气不足，不幸牺牲。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啊，甲厝里的人团圆，有人是真看重。伫咧日本，目前因也当咧放因的年假，也因为拢总有交工，搁再加上今年政府推动了改革工作形态的政策，要来调整上班时间，互规年冬天无通啊休困的劳工，也当趁到这个机会，回去甲厝里的人团圆。接落来，咱将镜头也游玩看转到咱台湾，讲到公民教育袂当放，台湾的未来才有希望。台湾学生联合会甲35间的大学学生会做伙办理一个全国大专生及中学生的线顶模拟投票，到昨暗结束。拢总有11000多名学生投票。总统的选举是蔡英文85.4%排第1，宋楚瑜是9.8%排第2，落尾是韩国瑜上低只有4.7%。政党票方面，时代力量是排第1坎，民进党是排第2，第3坎是台湾基进。2020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大学生甲研究生要投予什么人？高中生若是会当选举，会安怎投？根据台湾学生联合会公布的线上模拟投票结果指出，11000多名投票学生内底，85.4%投予蔡英文，宋楚瑜9.8%，韩国瑜上低4.7%。不同阵营的人会说，本来年轻人看起来可能就比较支持现在的蔡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支持这个其他的小党。其实我们看到年轻人是非常严格的检视所有候选人是不是在各个领域里面提出自己的政见。少年人是较支持蔡英文，政党票的部分，民进党嘛摕到25.78%，也毋过输予时代力量的26.85%。台湾基进更加互人想袂到，有24.21%。另外，台湾民众党有11.87%，绿党3.99%，国民党敢若2.99%，亲民党是无超过2%。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蓝军说，因为你们太高度拥抱你们的同温层了。事实上，你们选择几乎都是放弃了年轻时代，在你们的不管是总统辩论会或者是各种政见的发表上，完完全全很少是真的站在这个年轻世代，特别青少年这个族群的立场来做诉求。叶大华指出，甲传统的政党来比，小党有经营，嘛有媒体出现，更加受到少年人的注意。而哪令两大党拢无提出，予少年人会当接受的政策，甚至是价值，爱注意。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
讲到2020年的选举，这回有19个政党登记，提出216位符合资格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这拢是有史以来上届多。除了南力以外，一寡第三势力的政党要安怎摕到不分区立委的席次，以及要得到选民的支持，有影拢是先拼先。 劳动党参选啊，他得到的票就是劳工票。登记伫咧高文界活动的劳动党，趁18政党登记的日子，争取伫咧媒体出现的机会。大选今日到达时间，这届总共有19个政党登记，提出216个符合资格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政党数甲参选人的总数拢是历史上上悬的。 这边一个行动党甲陈前总统列伫咧不分区，啊毋过资格无符合去用摕到登记。同款是独派意识进党，啊佮有刺州爱的主角，地主在成立的台北党，啊佮有台湾基进党。迄落党联名是杀前副总统吕秀莲来参选总统，早就引起话题。我们基本上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直接讲就是要独立建国。 我们不能够再让那个整个坚定抗中、要求清除中国渗透的声音，在113席的国会议员里头缺席。台北不属任何的国家，包括中华民国。争取搁登去国会大联党，或者是新的政党台湾民心，是透过发起抗议的活动，争取伫媒体出现。 统派意识进党的统促党嘛有参加，嘛想要登去国会新党，佮家拒绝国民党不分区的前立委区议，列伫咧新党不分区的第1名，嘛引起真侪话题。像立党主张环保永续，就找真有名的作家，伊嘛是精神科医师的陈慧文，列伫咧不分区的第1位。绿党20几年来的理念，以及在全球。 这个全球绿党联盟里面都有一样的核心理念。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永续。蓝绿放两边，爱家放中间。安定力量主张爱家，甲合一行动联名同款，拢希望对安定国家甲家庭落实公道决议来出发。 赢回家庭、翻转教育、还我公投、拨乱反正，是我们4个最大的核心理念。有6大政见诉求，有生命法案，有居住正义、杜绝政治酬庸，有和平经济，有非煤家园。这个嘛是有宗教色彩的政党来参选，像讲国会政党联名，捌因为总统大选要挺拿赢还是连赢来引起话题。小党的资源较少，嘛无受地方势力的影响，写真侪想要参加社会运动的政治素人来拍拼。大家人的理念无共款，嘛无革命。上阵34席不分区的席次，大家拢伫拍拼。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伫台湾真侪校园也有伫咧甲因斗争。伫清华大学校园内面的练农场，伫今年9月，互一位细老的中国学生厉害去，才知影讲是因为海报的言论未顺伊的意，才去迫害。不过学生会也坚持要甲伊告。伫26新竹地方法院也宣判这位细老的中国学生要罚6000块。 香港反送中事件，台湾的校园也有学生发起声援的行动，伫校园内面设置练农场。想袂到，伫今年9月，伫清华大学内面的练农场，却互一个细老的中国学生创害去。经过新竹地方法院的审理，最后依照毁损他人物品罪，甲罚6000块，也会当做6天的劳役来代替。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不得侵害他人的财产法益。 本案被告任意毁损清大学生会长及其他成员张贴的物品，缺乏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考量被告犯罪后坦诚犯行的态度，判决该名入生犯刑法毁损他人物品罪，处罚金新台币6000元。清大校方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主任检察官也呼吁民众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也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袂当凊彩甲迫害。本署在此呼吁，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仍然要尊重他人的财产法益，不得任意毁损他人的物品。 这名细老的中国学生，因为看到练农场顶头的海报，甲家己的理念袂合，才会甲海报理破。学生会知影了后，也随去提告。这项判决也叫做台湾头一件因为破坏练农场防宣判案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香港反送中运动是小媒体，一半冬以来，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协助200多名来台湾找找庇护的香港人，也发现讲因最近也出现一寡精神的问题，亲像是创伤症候群。教会也请专业人士来甲因安打。台湾的义务律师团也协助因处理签证的问题，打算要用人道援助来甲因斗3工。
香港反送中运动成了今年全球上被关注的事件之一。部分参与其中的香港学生甲民众，为了避免被事后算账，选择到台湾避风头。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半年来协助大约200位香港人，发现有不少人有创伤症候群的情况，特别安排医生教友提供服务安慰心病。台湾法界也参与义务律师团，是其中协助处理签证问题。有需要医生的关怀吼，看医生啊，因为咱教会有真侪精神科的医生啊，所以就请安排因这医生吼，含因来做治疗。用什么样的名义来做居留的申请，我们会看每一个香港旅客的条件来做决定。那可能会看他们有些人是可以用就学的方式进来，有些人可以用工作的方式进来。反送中运动团烧，港警甲抗议学生几下摆爆发冲突，被怀疑滥用施暴。为了保障港民的权益，泛民派立法会议员就成立举报结束反制。廉政公署已經成立咗個 special duty 嘅 session， 即係特別職務嘅小組，係專責處理反送中運動至今所有涉及嘅警察濫權濫暴嘅行為嘅。1月1日，維園見，維園見。另外，反送中的戰線也延伸到明年，緬甸發起明年元旦的反送中大遊行，已經得到警方批准同意。教育界首先第一個係被呢一個政府係去開刀，秋後算帳已經嚟到。仲有嘅就係我哋嘅林鄭月娥對依家被捕嘅年青人，可以話係趕盡殺絕。也毋過面對元旦的大遊行，中國閣有動作。駐港解放軍29號突然公布香港聯合訓練影片，毋但解放軍熱情出動，也有專艦佇維多利亞港附近巡邏。佇敏感的時刻，解放軍一直有動作，真有嚇驚意思。記者綜合報道。在今年7月，說為着要處理旅客糾紛，向台視鐵路警察李承漢，為着要紀念伊服務民眾的精神，鐵路警察局也佇李承漢服務的嘉義派出所外口設一個紀念銅牌，在今仔日也舉行掛牌儀式，來紀念這位用生命付出的警察。請揭牌。25歲鐵路警察李承漢今年7月，佇自強區列車頂懸因為補票糾紛，被聖地查甫人提刀攻擊，送醫急救也是救袂倒來。為了紀念伊英勇事蹟，鐵路警察局製造銅條牌徛佇嘉義派出所，向李承漢當時甲這查甫人相拼保護身體到最後一刻的過程。我們對承漢的爸爸媽媽，我們真的覺得很抱歉，是的，他從事鐵警工作5年來，時間是真短，但是他在維持治安的生命，以熱忱的服務的態度，偵辦刑案的績效，好像那就今麥一直的。李承漢的爸母攏受邀請到現場，媽媽啉着目屎目眶紅。我佇厝裡我攏會甲講，我逐工天光起就是攏就是伊啊。媽媽，你跟我講希望承漢來生不要再當警察。哦，當然啦、啊。我現在看到警察要是在出勤有什麼任務的話，我就跟着替他們很煩惱呢。銅牌頂懸寫着李承漢民國83年出世，自細漢就立志做警察。伊真好成績，為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畢業。為照顧爸母，第一志願就是分發等家己。做警察5年，想要到因為佇台鐵頂懸處理旅客補票糾紛，因公殉職。為了無要互遺憾的代誌佫發生，鐵路警察局已經加強警察的裝備。現在執勤都是雙警，我們有強化了一些電擊器，也有我們自購的一個盾牌。講叫李承漢的聖地查甫人被家己地檢署以殺人罪嫌起訴，法院認為伊有逃亡記錄，有關繼續羈押，案件還在審理階段。記者綜合報道。各位警察大人，您辛苦啊！台北市馬仔跨年晚會就要開始咯，警方出動800位的警察加5隻警犬來維持治安，為着要來防止毒品以及着危險物品的出現。另外，警方也強調講，禁止無申請的空襲機以及着各種類型的機具啊，而且民眾就要注意。
舞台上 DJ 无用彩排，台卡有未少民众来咖啡。台北市2020跨年晚会即将伫31号举行。到行过程中，维安出现状况，北市信义分局结合现代特勤中队，加新北市的警犬队专心戒备。800名的警力那实施3阶段的管制范围目前是没有相关的维安情资。警犬队伫舞台周边骗来骗去，靠近场地无异常的物品。除了这之外，跨年晚会禁用空气机，而且为了防止民众无经过申请就使用，也是不当操作，造成安全的空旷，所以警方也将经由空气机拦截器干扰飞行。周围重要路口设置禁闭车甲街道牌，至于引导牌上下搭有大型的 QR code， 让民众下当查询转接车顶资讯。只不过跨年这几天天气亲像无啥理想。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是一个云多，容易有局部降雨的天气。而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冷空气最明显的时间，其实就是在明天晚上到元旦清晨，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低温会下探到14、1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的低温约在15度上下。除了气温偏低之外，5大热门跨年场合的降雨几率，台北124城、桃园高铁3城，其他拢是1城以下。若讲想要欣赏明年元旦的第一道日头光，本岛部分上早出现伫台东、三仙台、富冈、太麻里甲屏东高原片，拢是6点11分。至于离岛是南势东青的6点8分。民众出门加注意天气甲交通的状况，才会当欢喜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特别到伫台湾各地头拢有花海通好看，亲像彰化县的花海就260公顷，在云林县的拿来乡罗汉乡大道附近，唔但有花海，也有落雨上通好欣赏。民众就趁过年时阵好好去行村。菊花、日头花、油菜花都亲像各色的颜料，倒伫彰化县秀水乡的农田，建造一片花海。游客摕相机翕，真欢喜，透过空中翕的画面，景色更较迷人。这边是其实它蛮多不同种的花卉的颜色混在一起，然后它的那个渐层跟变化是还蛮漂亮的。每年都会过来，它会有风筝，就是很有层次感，不输日本。因为华年也有农历新年，彰化县府整合秀水乡、河美镇、埔盐乡、花坛乡、彰化市顶地区推出春游彰化赏花海活动，花海面积有260公顷。另外，云林林瑞乡三星路的罗汉乡大道边的菊花也开成一片花海。今年除了粉色的菊花以外，边还有一片的薰衣草。心情蛮轻松的，蛮漂亮的。过年前的一种赏花也算不错。这边有落羽松，有罗汉松，甚至有我们的夜间光廊，又有那么大片的花海。我们是延续到明年2020的1月31号，就是农历过完春节过完的这个时间点，都可以来这边来发现我们这边发现幸福。4.5公顷的花海设浪漫幸福景，赏花影，让民众用尽情翕相。有个花园开到春节假期结束。另外，附近云林农产水利文物馆的落雨伞园区也吸引不少游客。规排落雨伞慢慢变成柑仔红色，正是欣赏的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庆祝阿里山火车通车107年，林务局阿里山森林铁路甲文资局做伙举办摄影活动，安排2台104岁涂炭火车点通看，民众也3钱要看这台2台的古董级的火车。车头有写31号甲25号的蒸汽火车，豆豆入来阿里山的竹山站。伫咧伊头前伫等的铁道迷，早就已经甲相机传遍遍，准备要甲这个有历史性的时阵甲记录落来。他本来就很喜欢火车，然后又住嘉义，然后对这条又有历史又有自然风景的铁路原本就非常常接近。2台蒸汽火车拢已经104岁，分别伫咧2005年、2006年征收了后恢复使用。林务局阿里山林铁甲文资处为着要庆祝阿里山铁路通车107年，29特别安排2台车做伙出现来庆祝。是安怎会经这2台车？是因为这2台车是目前台湾也个有在运转的蒸汽火车。到将近20位的日本的朋友来到台湾，他们是立刻就决定要来台湾的，而且有很多是非常知名的作家跟摄影家，他们都为了我们的血的这样子的蒸汽机车，可以难得2样聚集在一起，然后趁这个机会就赶快来到台湾。所以其实我们直接展现的就是阿里山铁路最有魅力的这个。为着这届真罕你看的画面，日本20几个铁道迷专工来台湾取景，
其中阁有真有名的铁道摄影家，甚至是台湾的纪录片导演。主办单位希望讲透过这个的机会，会当让台湾的铁道增加知名度，嘛有机会请更较侪外国人来台湾旅游。记者做报道。在屏东邦寮的铁道艺术村是由民间所发起的，落尾县政府刷落去管理也已经有23年了。不过县政府无打算要继续经营，把这个空地空间要留给乡公所做地方计划，所以要求所有艺术家在明仔载以前要总搬走。有几多位艺术家也真不满，希望政府会当倒安排。用白纸写"心碎"2个字搭伫头毛表达抗议。艺术家蔡林燕今年7月份才通过屏东县政府的审核，入来邦寮铁道艺术村，想袂到县政府要收回去，3伊就爱搬走，感觉去哄骗。就满怀希望来这边，其实我们9月份就知道这里要撤了，然后我们就一直以为，我相信乡长全部都留下。有的艺术家请搬出的工人来，有的也搁伫咧整理，毋过住10几年、20年真毋甘。我当然舍不得搬啊，我不想搬，那没办法，我们为了要对整体来着想。邦寮艺术村是1996年民间发起地方艺术定金，向代替租宿社群所发展的，到2005年由屏东县政府来接手管理。毋过县政府认为艺术村常常有空房，嘛无以早遐受欢迎，3个月前通知外国管理，会交予计划要用来发展地方创新的邦寮乡公所来接手。毋过艺术家想要协调看卖，县政府无同意。是不是可以无缝接轨？你谁要经营都没关系嘛。那现在文化处的说法是说，跟我们签约签到12月底。然后他跟台铁是到6月底。有关于这个枋寮艺术特区的这个部分，目前计划还在修正当中，所以这个时程就没有办法接上。乡公所虽望保证枋寮创新计划会保留艺术家主权的形式，毋过甲县政府交接的时间是袂拄好。有真侪艺术家表示，县政府若是无愿意让搬走了后，就袂过转来啊。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溪渔港对面的渔港点本地是要做游客中心，却因为欠经费，拢无咧使用。为着卖互厝坑咧远，地方协会也招志工来摒扫甲整理，希望会当甲空间活化。伫云林大溪渔港边仔这间渔港小店，看得出来装潢甲真用心，也毋过因为欠经费，已经拍远5冬。这个所在原本是大溪活力海岸工作协会在经营，目的是要推广大溪的观光渔业。也毋过即马厝好好，内底煞无水无电，互渔民感觉真拍算。足无简单吼，创立一个迄个活力海岸吼，但是若咱经营较好的是，咱对咱地方吼嘛是。加一个迄个咧佚佗的所在啊，资源较无遐尼接触，无遐尼接触以后，便所甲内底拢有所损害，所以咱就经过这，咱有咧想讲要安怎去互这个机能较好咧，互这渔民出入较方便咧。因为欠经费，这间厝拢无咧用，也毋过地方的协会有闲的时，嘛是会招志工来摒扫整理，望讲明日会当恢复光彩。当然希望讲吼，海洋的资源愈来愈侪，这爱经过来先导的时阵，咱这个迄款活力海岸，咱会用来做这个工作，为环境的教育，要咱来疼惜这片海，互海的资源更较侪咧。大溪乡是咱台湾上西边的所在，大溪港周边的生态真丰富，大溪人就是靠这片海在食青，有真侪历史甲文化。地方的人士望讲这个所在会当活化，互以海立不过的咱台湾有所在会当推广永续海洋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俗语讲，甘愿担仓卖菜，也无爱甲人公家安菜。不过本地住伫英国的王小姨，却是甘愿为着爱因翁婿，甘愿去担仓卖菜，也成做农业界的网络红人。究竟有偌清丽？咱做回来看。人讲家家对家飞，家狗对狗走。本地住在新北市英国的王小姨，为着爱家狗婚林当时，所看到看蹦蹦的田，对一个都市上有真大压力。不过决定要甲心爱翁婿做伙拍拼的伊，利用网络卖种团，甲农业知识一点一滴捡起来。我周边的朋友都是对农业都是没有什么概念跟没有什么经验的人，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透过我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开一个粉丝团，把我的农村生活在上面做分享，这样，那希望可以透过我的视角，让大家看到不同的农村生活。无论是土豆收成的情景，或者是规车甜甜的苍头，王小姨用着无同款的角度，互逐张相片的记录，拢亲像伫咧佚佗。
用旅游镜头的风格呈现做事人靠天吃饭、乐天的态度。想袂到真受到网友的欢迎，也加做当时地区的网络名人。很多人都在 FB 啊、Line 上面都会，甚至在我们走到街上，人家说：“哎，那个是嫁给农夫的婆婆。”我们也会很有荣誉感。有心泡椒石椒庄，有心开山山生园。可能因为着台湾农业运啊做，替农业做精致化甲转型，用摄影机记录家己的田园，认真疼惜土地态度，得到满满的收成。网络朋友的赞声甲鼓励，就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伫咧网络要找一寡资料学台语，一定有一寡物件定定拢找无对无？除了教育部的书店以外，也有一个网站，或者爱台语，利用新科技的方式，正人去分享无共款的讲法，做回来创造新台语，也来帮助台语这个语言。好，这个是用。2014年，林嘉怡伫明店总提案，要创立一个爱台语的网站。起初会知影，临时政府成为一张批。有一天，我接到一张批，有一个人，伊讲伊的名叫做唐凤，伊讲伊较早伫咧IBM 做工课，伊对阮这个书店的资料库有兴趣，想要知影安怎会当。申请到阮这个资料库，因为伊要做一个平台。2013年，伫门店华语的部分甲台语的部分是无互相对照的。毋过教育部有即寡的资料，所以讲我就下批伫教育部。教育部的人员就是例子。当初伫教育部编书典的时，林嘉怡发现即马流行的名词、新出现的语词，无法度收伫咧官方的书典。即马互林嘉怡开始思考，应该需要一个会当开放讨论的空间。所以我就初步设计一个系统的界面，设计一个系统的想法了，我就去蒙点松提案。因为就是有历史在教啊，然后拄好迄阵小啊有熟悉，然后伊教，我就是去参加迄最林美的活动。网站对提案到成立，除了主要的工程师，嘛有真侪人的斗相共，靠着大家的热情甲付出，互爱台语这个网站成立，用一个全新的方式，互大家有讨论台语的空间。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大家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17度到20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6度到2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1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咱再会。